柳一欢就是一个叛徒，他身上的捆锁每过1个时辰就会下降2尺，到了今夜子时，他就会掉入身下的毒沼中，全身溃烂而死。师父，触犯公规的是我，你要罚就应该罚我，不关柳大哥的事，放了他。柳一欢本来就是离泽宫的罪人，他想越狱逃跑，如今被我们抓了回来，他本应该处死。不过，既然你开口为他求情，也不是没有活路。我想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。他人就在凤溪殿后院中室，你若想救他，唯一的办法就只有戴上情人咒面具，从这里走出去。我要提醒你，过了今夜子时，你就只能替他收尸了。我叫楚玄机，你是我在邵阳以外认识的第1个好朋友。今天是你的生辰，所以我特意给你准备了寿糕。玲珑说我们很有缘分哦。我是真的不知道怎么就掉到这儿来了，然后我也不会飞。啊！你到底要干嘛？你衣服脏了，我给你擦擦。别碰我！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说话呀？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把你的茶水打翻的。为什么？总是你。小结巴，你很热吗？我没有。没有吗？没关系，我有办法绕开烛龙，不被发现。你看，用这个。这段雷桃江只可让1个人行雷遁之术，可我们是2个人。当成1个人不就好了？哎，你别动，我要开始施法了。司凤，你笑了哎，你笑起来好好看啊。司凤，你的笑就像这个酒酿一样，所以我觉得你笑起来特别好看。你以后要经常笑，像这样，这样。自己是个什么东西？难道你自己不清楚吗？过了今夜子时，你就只能替他收尸了。我这次来是给你带了晾好的果干，可甜了。你在这里罚跪，吃了这么甜的果干，就不会那么疼了。来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帮你找到精品，让你恢复流失。一言为定，就这么着。那4年后，我们说好了，一定要一起下山，闯荡历练。你又吐口水。玲珑说了，这才是最牢不可破的誓言，你就不会耍赖了。
变成了面具。万事，我都听那2个老怪物说了，这可是请人柱面具。你为了救我这条命，这次欠你的大了。或许师父说的对，人世间的情恋痴，根本不是自己想的那般好。斩断情念，反而能让自己少些痛苦和仇怨。当日你离开离子宫，不是去救你女儿吗？她现在怎么样了？我那时赶到的时候，原本已经可以救下玉儿，可就在那时，玉儿却生生在我眼前消失了。那你之后什么打算？速闻天界，用一枚可以看到天下事的天眼，只要能够找到玉儿，就算豁出我这条命，我也要试上一试。你是谁？这是哪儿？想必阁下一定听说过天虚堂。天虚堂？你带我来这儿做什么？五大派要将你赶尽杀绝，一点活路都不给你留。你就不想找他们报仇？既然我们有共同的仇人，何不一起做事？你想利用我？那就看你有什么本事值得我利用。哎，哼，看你这会儿还能往哪儿走？哎，该你了，怎么了？徐阳峰现在应该很冷了吧？也不知道玄机带够衣服没有。哎呀，你放心吧，反正玄机又不知道冷。看棋盘吧，我可是又吃了你5颗子儿。哎，小六子，你不能趁我不注意你就……你们别玩了。师傅让我们去剑竹林，帮忙挑选文字辈的新弟子。大师兄，等一下，我就不信我赢不了小六子。我下这儿。可惜啊，可惜，本来还可以赢回一局的。若是在……那我不下这儿。哎，落子无悔。哼，我们可是说好了啊，输的人要学小狗，不许耍赖啊！哎，小狗怎么叫的？你快叫呀！汪汪汪！小六子最讨厌了。哎，玲珑，你说过愿赌服输的呀？你们俩呀，怎么还和小时候一样？这没说2句，又要吵起来了。弟子拜见师父。师父，玄机已破了出关阵了。玄机，你拜入旭阳峰已有4载，如今功法有成，为师甚是欣慰。按照仙门的规定，你也到了历练的年纪，也当先让你回首阳峰去了。回首阳峰吗？那我就可以和玲珑和六师兄见面了，太好了。但你要记得，无论何时，你身在何处，都要清楚地明白自己身为旭阳峰弟子的使命。师父，您是说守护秘境吗？
少阳秘境干系着3界的安危，旭阳峰弟子身为守境者，责任之重大，自不必说。而守境也绝非易事，它当是你此生最重要，也是为之付出一切的事情。其他诸事皆要放在其后，你要随时准备，为守境而付出生命，知道吗？那好，今日你便在此起誓，日后一辈子坚守秘境，保天下苍生的安宁。是，师父。弟子楚玄机在此起誓，一辈子守护秘境。刘老，渴了吧？我给你泡个杯茶，尝尝吧。怎么样？不好喝。啊？哎，师兄，师兄啊，你什么时候可以带我去首阳峰啊？首阳峰？是啊。师兄，师兄，咱们什么时候去嘛？玄机，林龙，梁师兄，玄机，你这是要干什么？这是要师兄，救命啊！师兄，玄机，你误会了。我没误会，现形吧。是影妖，快去帮他！等等，爹爹，玄机他……师傅，玄机有危险。我倒要看看，他这4年当中到底有何长进。可是，玄机小心啊！玄机，林龙。我好饿啊！走。这些妖魔，
居然妄图潜入我修仙门派当中。新来的弟子，你们都要查一查。妖族该不会是知道我们少阳秘境中的东西时？倘若他们是为了秘境而来，倒不那么容易打发。或许他们只是想在修仙正派当中埋几颗棋子而已。掌门，这4年来，我们一直在追查那个天虚堂，但也没查出什么痕迹。毕竟仙祖和天神们当年已将他们杀光殆尽了，只剩下一些妖力低下的散妖，怕也成不了什么气候。上古曾有神谕留给仙祖，千年一劫，就在这半甲子之间。如今过去20载，剩下10载，切不可掉以轻心呐。好，你们马上派人去通知各大门派，要他们小心提防。是。爹爹，我们回来了。玄阶啊，你练得不错呀！啊，爹爹，你刚才都看见了。爹爹，玄机现在可是连5行术都能够掌握自如的，这可是其他端字辈的师兄师姐都未必能做到的。以前他们都说我妹妹不行，现在真应该让他们看看我妹妹的厉害。玄阶啊，你比爹爹预想的还要好很多。这4年呢，你衡阳师伯他在闭关修炼，全仗着浩辰师兄在指点教导你。人生啊，得良师益友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得遇你浩辰师兄，那是你的机缘和幸运呢。你可不能忘了他对你的教导栽培之恩，以后要对他有敬爱之心，知道吗？爹爹，玄机记住了。你们2个已经满了20岁了，按照我们少阳的规矩呢，需下山历练1年，增阅历、结经验、磨练心性。过几日你们和米言一起下山历练去吧！啊！太好了，太好了，下山去玩了。让你们2个下山，可不是让你们去玩的。要是遇到什么妖魔作祟啊、歹人作乱呢，你们就要行使你们修仙者的责任，万万不可做出有辱我少阳派的事情，知道吗？是爹爹，是爹爹。小师妹，五师兄，师妹，你哥在旭阳峰的东西都送回来了。谢谢五师兄。司凤，司凤，你在吗？司凤，司凤，你在吗？司凤。小凤凰，看来我不在宫里的这段日子，你的功力精进了不少啊。柳大哥，你怎么来这里了？要是被发现了怎么办？我现在有了天眼，李泽公能拿我怎么样？你成功了。这天眼呢，本来就是天界不屑之物，对他们来说没什么用。自生成起啊，就被废弃在一边蒙尘，被我这瞎猫撞见死耗子，正好给寻到，那我就借来用一用。等找到玉儿啊，我再偷偷还回去就是了，他们不会知道的。那柳大哥可是找到玉儿了？这玉儿啊，肯定是昆羽歹人之手被遮掩了气息。其实主要嘛，还是因为我初开天眼没有摸到什么门道，只能感受到一丝微弱的气息。可开一次天眼呢，损耗又太大，不能马上开第2次，只能凭着微弱的气息先四处找一找。从前呢，是我这个没能尽到做父亲的责任，所以这一次无论如何，我都一定要找到他。柳大哥，你别着急。既然你已经有了天眼，找到玉儿，
那是迟早的事。你这面具啊，也是我拖累你了。不过你放心，你柳大哥我一定帮你找到摘掉这情人咒面具的办法。我说了，这是我自己的选择，柳大哥无需费心，也不必自责，心无所系，专心修行也没有什么不好。哪儿好啊？这修行本来就苦长啊，现在还得逼着自己无心无情，那这一生岂不是太没有意思了？不好不好。行了，你别操心了，方法呢，我肯定会帮你找到的。哦，对了，哎，来，出来，出来，出来。哼，你的小灵兽啊，赶紧还给你。这上一趟天界真不是省油的灯。小樱花，你又淘气了。谢谢你，刘大哥。谢我干什么？行了，走了走了。玄机，你好了吗？玲珑，哎，这不是司凤给你的铃铛吗？你们应该常常联络吧？他现在怎么样了？啊？我上了旭阳峰，浩辰师兄就把我的随身物品都收起来了，所以我这4年没跟他联络。你4年都没跟他联系？玄机，当年司凤走的时候，千叮咛万嘱咐，让你醒了一定要联络他。再说了，就算这铃铛被没收了，你也可以写信给他呀。写信？我每天都忙着练功，我没想到。你也太没心没肺了，你是不是把他给忘了？啊！再说了，你去了旭阳峰，也一次都没有联络过我。如果不是你姐姐的话，我就跟你断交。怎么会呢，玲珑？我可想你了，只是我觉得把你们放在心里就好了。再说了，姐姐和朋友不都是永远的吗？我本来就想着，等我练好了功，到了时日，就可以跟你们早点相聚了。跟司凤也是，我们都约定好了，下了山就一起去历练。所以4年不联系，有什么关系呢？可是玄机，感情是要维系的，没有人会一直在原地等你。还以为你这些年法术精进不少，其他东西也会懂一些呢。没想到你在人情世故上还是个榆木疙瘩。哎呀，玲珑，那我没有联系司凤，她会不会生气？会不会不理我呀？这个我也不好说呀。哎，不会不会，司凤在离泽宫肯定也很忙，她也要练功的，她肯定天天忙着练功，就把这事儿给忘了。没事儿，我下了少阳山就立马去找她，然后我们4个人就可以一起闯荡江湖了，这样一定很好玩。来，果子黄。好久啊！哎，玄机，之前我当着人面不好问，你这次去旭阳峰，可有发现那万劫八荒镜的下落吗？哦，没关系，到时候我们下山历练，说不定可以找到呢。六师兄，那个我不找了。浩辰师兄他跟我说，人生来就是不同的，而我本当如此。我是应该为守静而生的，不应该去找万劫八荒镜，追寻60巨泉。那样的话，万一入了心魔怎么办？哦，这样啊。哎，那你之前那个古怪的力量还有再出现过吗？那就好，那不找就不找吧。对了，六师兄，我给你看个好东西。我们旭阳峰上有一棵仙果树，果子可好吃了，可是它5年啊才结一次，所以我特地存下一些，给你，还有玲珑和司凤的。你这个小贪吃鬼，还会留下好东西给别人啊？不错不错，六师兄果然没白疼你啊，一点都不像你姐，都不知道心里在想些什么。免，玲珑要跳花鼓舞，还跟一个男弟子一起。哎，六师兄，这个。玄机，你六师兄啊，不喜欢喝酒，也不喜欢吃果子，我都拿走了啊。哎，这我。
回禀堂主，如今除了少阳派的引妖失败，其余各派我们已经成功埋下了细作。只是因为引妖的暴露，为避免引起各大派的怀疑，属下认为我们应该暂时按兵不动，等待时机，再取灵石。还要再等？要等到什么时候？堂主，我们这几年，你既没有找到战神和魔煞星的下落，也没有拿到灵石。地狼，是不是你的手段太过仁慈，才会时至今日还一无所获呢？哼，梧桐，在这个地方，你有说话的资格吗？堂主留你在天虚堂，不过是为了让你多吐露一些修仙门派的情报罢了。好好的做一条狗，既然作为一条丧家之犬，可就别跳出来乱叫。天虚堂向来只凭实力说话，事情没办好的人才没资格说话呢。你说呢，地狼？我不过是不想过早暴露天虚堂的实力罢了。堂主，我是想避免与修仙门派争斗中过多损耗我们的族类。妖族经过千年的韬光养晦，如今的实力早已超出仙门的预料。如果那些名门正派不愿意合作的话，正好大大方方杀他们个片甲不留，何须躲躲藏藏？你正好借此报人族对你赶尽杀绝之仇吧。梧桐，你别公器私用。正因为我是人，我才知道怎么制服人、逼迫人、击垮人。堂主，不如把这个机会让给我，让我替你灭了五大派，拿到灵石。堂主，梧桐就是一个被逐出师门的丧家之犬，他的话不可信。可这只丧家之犬能够查出轩辕一直在骗你。什么？来人！轩辕的灵石带着你四处乱寻，可其实其中一把灵石就藏在轩辕的天机珠中，你一直被蒙蔽了。说，是，灵石是藏在轩辕的天机珠中，但是只有主事长们一个人知道天机珠的所在。地狼，你连威逼利诱的人都选得不对，相比誓死守卫门派荣誉的灵石，自私懦弱的末世是不是更好掌控？可恶！堂主，请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替你拿到灵石。我们已经沉寂得够久了，是时候把水弄浑，鱼才会浮上来。梧桐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不周山分坛的坛主。不周山是五大派触及不到的地方，你可以无所畏惧，不惧怕五大派的通缉，可以用任何手段帮我拿到灵石。是，堂主。我们天虚堂沉寂太久了，是时候该亮相了。司凤拜见师父，傅公主。司凤，你功法大成，为师心感甚慰。你本就天资过人，只要心无旁骛，潜心修炼，日后定能傲视于众仙门之上。这离泽空，我迟早会交到你的手上。
不枉公主煞费苦心，逼她选了这情人咒面具重定心性。雨丝凤，不要辜负了你师父的苦心，重蹈覆辙。哎，前尘往事，不用再提。我只是善意的提醒，这情人咒面具虽然能恪守心性，不让他乱动情思，但他如果再来一个深情厚意，抑制不了的动了情，这情人咒在体内生了根，便只会是死路一条。净说些没用的废话。司凤，你当清楚这情人咒面具究竟为何物？戒情戒爱，方可不生波澜。那就好。还有你们要永远记住，宫外之人，只不过是水中月，镜中花。只有离泽宫，才是你们的家。弟子谨。我还没说完。你们千万不要为了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，赌生死，断后路。弟子谨记。好了，说回出宫历练之事。副公主，出宫历练的事情，你们都清楚了。即日出宫，不得违反宫规。这几日我收到了少阳派的飞鸽传书，说中原寺有些小妖在作祟，正好你们出宫历练，顺便查一查此事。那些妖啊魔呀，那些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左右都到不了西洋之地，他们愿意在中原闹，就由他们去闹吧。师兄诸事不理，只愿偏安一隅，但是也不能不给其他4大掌门面子。毕竟，我们也是同气连枝嘛。你说了算。那就顺道查一查。是。玄机，之前给你的传音符，你知道下山后要做什么了？做什么？傻玄机，浩辰师兄是让你给他写信。不过浩辰师兄，我们下山历练已经够忙了，他肯定会嫌麻烦，或者根本想不起来。要记得写，你本性纯善，又60未开，外面人情复杂，人心难测，让你出山门历练，我原本是不放心的。只不过师门规矩改不得，否则，所以你下山后要将历练所事、梳理心得一一告知于我。一来方便你可以自查自省，二来师兄也可以时刻知道你的梳理成果，明白吗？玄机谨遵浩辰师兄之命。要小心。你们2个要记住，此番下山历练，倘若遇到什么危险，一定要量力而行，绝不可鲁莽。玄机，你要多听你6师兄的话。玲珑，你也要管束好自己的性子。知道了，爹。你们从未曾下山，你爹爹是心里担忧，他说的话可都要好好记在心里。好，我记得了。那我先走了。哎，你这孩子，爹爹、尹红姑姑、浩辰师兄，你们放心吧，我们都知道的。师父，尹红师叔，你们放心，弟子一定会看护好师妹的。玲珑，你等等我们。玲珑，等等我。哇，太美了！我们终于下山了。哇，太美了！
浩辰师兄，我们又一路无事过了一日。今天六师兄在梦溪山酒家点了一个很不好吃的杏花鸡，不好吃吗？哎，那正好，明天不点这个了，省点盘缠吧。太好了，明天我们去西蜀，那边吃的东西更多了，有蹄花、凉粉、藤椒鸡。哎，这盘缠都要被你们吃光了，只能指望到离泽宫司凤接济咱们了。哎，我们都已经出来7天了，什么妖怪都没看到，一点行侠仗义的感觉都没有。你看看玄机，给浩辰师兄写的信都是什么？我今天很开心，我今天吃了什么？好啦，今天的任务也完成。哎，三位少侠，打扰，看打扮是仙门中人，可知这里去少阳山还有多少路程啊？敢问大叔，要去少阳山，可是镇上有什么妖物闹事吗？正是啊，我们是望仙镇的人。这前些日子呀，镇上有妖怪作祟，大半夜的就鬼哭狼嚎的，吓得人人都不敢出门啊。这样闹腾了有3个多月了，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后来听云游的道士说，少阳派乃是闻名天下的修仙大派，所以前来请仙人斩妖除魔。望仙镇，这是我们去离泽宫和轩辕派的必经之路。我们可以先除妖，再去找司凤。太好了，我们有妖怪除了。大叔，我们决定为贵镇斩妖除魔。这，敢问三位是？我们3位正是少阳派的弟子，这是我们的名牌。这镇上妖祸，还请大叔细细说来，我们定会鼎力相助的。3位少侠，你们年纪太轻，这2位还是娇滴滴的姑娘，我看啊，你们还是不要枉送了性命。我们还是上山啊，请你们的师傅去吧。告辞。哎，请等一下。等等，大叔，你别看我们几个年纪小，但我们在江湖上可是赫赫有名啊。尤其是这位，看着弱不禁风的，人称玉面罗刹，这一出手就能杀10几个妖。十几个？来试试。老师兄，我什么时候能杀10几个妖的？那影妖他不是有10几个分身吗？那不一样。哎呀，机会难得，接下来再说啊。我是他师兄，啊，至于这位，不重要。小六子，我们几个本就是下山历练除妖的，3位何必要舍近求远呢？既然如此，那还请3位少侠出手相助。我们这个望仙镇啊，有个海碗山，山上长了一种叫祝鱼的草，而且这个祝鱼草吧，只有我们望仙镇才有。但这奇怪的是，这个祝鱼草根本没法栽种，它只能自生自长。可是这3个月前的一天呢，有村民上山去拔这个祝鱼草，可是没想到那天上山的村民都被妖怪给吃了。这后来吧，镇子里还有几个胆子大的年轻人，他们结伴一起去了后山，可结果呀，一个都没回来。大叔，你们有没有见过那个妖怪长什么样啊？这个妖怪啊，通常都是从背后袭击人，所以啊，没有人见过他的样子。不过，我有一个刚会说话的小孙子，前2天嚷嚷着说看到一个会哭的妖怪，长着2个大爪子，还会飞。不过，这小孩子说的话我们也不能当真呢。有翅膀，又会哭的妖怪，会不会很可怕呀？哎，玲珑，你看，这万妖手册上说了，这个有翅膀会哭的妖怪是瞿如鸟。可这书上没有写瞿如鸟喜欢吃祝鱼草啊。
你说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有人要偷粮食，故意弄出这些事情来？既是如此，事不宜迟，我们赶紧去看看吧。嗯。待会儿大家一定要小心啊！不就是一只曲乳鸟吗？既然它喜欢吃，就让它尝尝我断筋的滋味。肯定不止一只的样子，我们还是小心点吧。10只8只也不在话下。这山上可真冷清啊！嗨，闹妖怪嘛，肯定就没人敢上来了。茱萸草还挺香的。玲珑，这茱萸草真好吃，就这么糟蹋太可惜了。玄机，这东西很脏的，你怎么现在就吃了？真的好吃，玲珑你尝尝。我不要。六师兄。啊，我就不吃了。傻丫头。啊，玲珑你看，看这个切口这么不整齐，不像是被利器切断的，像是被扯断的。真的？你看那边也有。看来这作乱的妖物不好对付。小六子，你怎么胆子这么小？这都怕？不是你，切！有妖气！大家小心！是曲乳鸟，跑得倒是快，我们追！好重的妖气，我都闻到了，又腥又臭，好恶心啊！下面黑漆漆的，什么也看不见啊。
玄机，玄机，玄机，怎么都流血了？我没事。傻丫头，怎么没事啊？在下黎泽公若玉，有礼了。司凤一会儿就会回来的吧？姑娘，司凤她……我们是司凤的好朋友，这可太好了！没想到能在这儿遇见司凤。你说你们是司凤的朋友，那可真是怪了。有什么可奇怪的？我听说啊，黎泽公是不许和外人做朋友的，对吧？别人是别人，司凤不一样的。没有人能不一样，司凤就是不一样。哎你，司凤，知道了吗？曲如鸟受了惊，逃走了。逃走了，都是你们3个，扰乱了我们的计划。哎，你罢了，不用多说。若玉，我们走。哎，司凤，司凤，司凤，真的是你啊！哎，你又戴上新的面具了。害我差点都没认出来你。4年了，我本来以为我的修为增进了很多，本来还以为我可以保护大家了，可是没想到你的武功进步得更厉害。这一次又是你救了我。曲如鸟好成群结队，需要战术布杀，下回你们做好准备，不要给别人添麻烦。司凤，好兄弟，好久不见啊！司凤，4年不见，我们还想去黎泽公找你呢。放开！你们都离司凤远一点。你这个人好生无礼，你到底是谁啊？我是谁，关你什么事啊？诸位稍安勿躁。这位是点金谷的陆嫣然姑娘，她不幸跟同门走散，所以现在跟我们一同历练。我们可不是专程来救你们的，我们本来埋伏在这儿，等着屈如鸟带我们回老巢，谁知道却来了你们3个没头脑的一通厮杀，把我们的计划全搅乱了。我们上哪知道你们什么计划？好像说的是我们拖了你们后腿似的，可不是嘛。司凤，既然没有找到屈如鸟的老巢，那咱们先下山回客栈休息吧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！你们客栈在哪儿？我们可以住一起，之后可以一起去历练的。哎，我们根本就不同路吧？玄机姑娘，我们要先帮陆姑娘找回同门，所以这次实在不方便同行，还望诸位谅解。不必多说，我们走。司凤，你要走吗？我们可想你了，好不容易才见到，你别走呀！是啊，怎么刚见面就要走呢？司凤，你是不是因为玄机一直都不联系你，所以你生气了？对啊，玲珑说你一定一直在等着我的消息。对不起啊，司凤，是我不好。可那个传音铃，它没有，我那个传音铃也早就丢了，只是个没用的东西而已。那就好，我就说嘛，司凤你这么忙，肯定有很多事情要做的，没有必要非要联系嘛，对吧？反正我们还会再见的嘛。我确实很忙，就不在此耗费时间了。哎，司凤，诸位，告辞了。玄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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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了？这是怎么了？玄机中毒了，屈如鸟怎么会有毒呢？司凤，玄机姑娘的伤有点严重，我们当真不看看吗？司凤，我听说黎泽公最擅长解毒，难道你真的放任他不管吗？小六子，你说玄机会不会有事啊？可是我明明记得，万有手册上记载，屈如鸟本身是无毒的，怎么会这个样子啊？没错，所以我们断定，这屈如鸟背后定有人操纵，屈如鸟爪上的毒，定是那操纵者沾上的。要不是有人搅和，我们早就抓住那个妖了。可是结果呢，还是耽搁在这儿，真是晦气。什么耽搁呀？司凤本来就是跟我们老友重聚，怎么样都是要一起走的。我们有的是就要续，有的是话要说呢。你要是不愿待，你就走啊！你们少自作多情了。司凤跟你们有什么就好续的？你们又不是没看见，司凤根本就不想搭理你们。我看啊，是你们几个怕自己打不过那个屈如鸟，所以呢才想留下司凤来帮忙的，对不对？有些人呢自己没用，
所以呢，才想借离泽公的名头喽。我什么啊？少说两句。思风，哎，思风，你别走啊！思风，你别走。你刚解了毒，最好不要乱动。思风，我知道你生气了，我太笨了。我当初上徐阳峰跟浩辰师兄修炼的时候，他因为想让我专于修行，把我的传音铃铛给没收了。我也没有想到别的办法可以联络，所以这4年来连一封信都忘记传给玲珑和柳师兄了。玲珑也特别生气。你没有必要和我解释这些，联不联络也没有什么关系。啊，思凤，你为什么还是要走呢？我们本来就是要去离泽宫找你的，现在在这里遇上的不是正好吗？你为什么非要走呀？为什么非要在一起呢？因为我们大家说好的呀，我们几个好朋友要一起下山，历练闯荡的呀。幼稚，是吗？可后来我才发现，并没有什么一定的事，朋友约定，也就这样。思凤，我不懂，当初我的确承诺过你，要找到万劫八荒镜，我也绝不会食言。我无意中寻到一块，给你。思凤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而且，这个万劫八荒镜，我现在用不着了。浩辰师兄跟我说，寻找万劫八荒镜会陷入欲望和执念，困于心魔，不利于修行。所以下山之前，我答应浩辰师兄，不会再寻找万劫八荒镜了。不过思凤还是要谢谢你。所以，你又不想恢复柳氏了？我生来就没有六世，或许没有，就没有吧，好像也没有那么重要。现在的楚玄机也没什么不好，对吧？人心反复，最是不定，果然如此。思凤，你说什么？既然他已经没有用了，那我们也无需再见，告辞。思凤，思凤，思凤，你别走！思凤，玄机，你怎么出来了？思凤，他的毒解了吗？休息片刻便可行动如常，待会儿你们就可以离开这里。曲若鸟我们来解决就好，我们走。等一下，思凤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在这儿还分什么你们我们啊？对啊，我们不是要一起去抓曲如鸟吗？本不需要这么多人，何必麻烦？这不是麻不麻烦的事儿，思凤，我本以为我们重逢是件很高兴的事儿，可你怎么就好像我们是洪水猛兽似的，这般避之不及？思凤，你到底怎么了？思凤，不用跟他们说这么多，我们走吧。思凤，这怎么回事？曲如鸟怎么循着我们来了？怎么密密麻麻的，比刚才还要多了？起结界！原来这种曲如鸟，不是说有人在背后操纵他们吗？现在他们被结界挡在外面，还是不散。他是想把我们困死在这儿。有本事冲了出去，就不会被困死。钟上下可以伸手上可，但是带着这2个拖后腿的就难了。少瞧不起人了，你有本事走一走了便是。等玄机恢复了力气，我们自会出来这些曲如鸟。还有背后操控鸟妖的家伙，没事的，陆姑娘，我们可以自己走。傻丫头，最好不去关心我们。这些曲如鸟是经常而出，小山除了毒，我们现在后人不会太冒险了。师傅，你怎么看？练教了他们的巢穴便是。我不是要用那个方法，亲自显现保你，早了结此事也好。
四凤，这是做什么？四凤是要写离散宫的秘术，因为追魂术，你想让他操纵群儒鸟之辈的藏身处。金魂向弹出，水魂进里去，杀魂进入水。 前山西面有10处山洞，通过中间那个出口就是一个幽谷，操纵曲如鸟的妖就在那里。如今被我锁上，一时动弹不得。你们可以趁机擒住他。司凤，他们要想捉妖，就让他们捉去。你现在气息很乱，需要马上调息，我留下来守你。不必了，那妖大行不浅，多一个人多一分胜算。可你一个人在这儿，哆嗦什么？万一若是让那个妖溜了，都是因为你们拖泥带水。那你小心，若有意外向我们示警。我们走。嗯。 司凤，玄阶，走了。啊，我。司凤，你没事吧？ 哄好他来着。不好笑吗？没关系，我还有。司凤，我来给你讲个笑话吧。你听好了啊。从前有一只凤凰想要涅槃，结果你猜怎么着？你听好了啊，它一不小心熟了。好不好笑？司凤，好不好笑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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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好笑吗？我还有办法。司凤，你看。我的2个手里面有一只手里藏了一个宝贝，你猜一猜，你要猜对了，这个宝贝就给你。
你猜这个对不对？你看，猜错了，什么都没有。你有完没完？思凤，你别生气。虽然你猜错了，但是呢，我最看不惯我们家思凤生气了。所以虽然你没猜中，但是宝贝也送给你了。好看吗？以前六师兄哄人的时候都用这招，每次都成功了。我喜欢六师兄。米言，喜欢米言。楚玄机，你听好了，我没有生什么气，你可以停止这些无聊的举动。思凤，你没生气吗？那你为什么这样？你为什么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呀？你不要我们这些朋友了吗？你讨厌我了吗？李子公弟子本来就不该有什么朋友，也没有什么是值得喜欢和讨厌。4年很长，人会成长，会变得很正常，何必要纠缠于以前？不是的，思凤以前不是这样的。以前我们之间是有很多话可以聊，有很多事情可以分享，而且你也教会了我很多事情。思凤，你还跟我说过，你说遇见我是此生最幸运的事情。虽然那个时候我睡着了，但是我都有听到。那是年少莽撞，说话猛了，你不要放在心上，没有意义。有意义。以前的你，以前你说的话，对我来说就是有意义。我不想和你之间有什么改变，我不想失去你，思凤。